Hello， 大家好，我係 Young Living 嘅 Product Trainer Eric。上一集就同大家介紹咗零下紅嘅破壁低溫技術，今集我哋就深入探討佢嘅主要成分枸杞。通常一講到枸杞，自然就會聯想到明目，但究竟有咩科學根據呢？枸杞明目呢個說法一開始係嚟自《本草綱目》，其實現代西方科學都有相關嘅研究，證實枸杞對眼睛健康係有幫助㗎。喺2021年，美國加州大學 UC Davis 做過一個研究，將27個健康成年人分為兩組，一組每個星期連續5日食用枸杞，而另外一組就食用針對眼部嘅營養補充品。3個月之後，發現食用枸杞嘅參加者眼睛入面嘅保護性色素密度明顯增加。研究結果正反映枸杞係可以明目嘅，即係同中醫理論一致。而喺枸杞入面可以保護眼睛嘅關鍵營養成分就係玉米黃素同葉黃素啦。咁佢哋係點樣保護我哋嘅眼睛呢？等我哋一齊了解咗眼球嘅結構先。眼球入面有一個好重要嘅部位叫做視網膜，而視網膜嘅中央位置黃斑部係我哋睇嘢最清楚嘅部位。打個比喻，我哋嘅眼睛好似一部相機，視網膜就係菲林，負責分辨顏色同接收影像。如果菲林受損，咁接收嘅影像就會變低、變色，甚至出現扭曲。眼睛唔似相機咁可以輕易維修或者換零件，所以要預防呢啲情況發生。當我哋放大視網膜嚟睇，就會發現玉米黃素最主要分布喺黃斑部，而葉黃素就主要分布喺視網膜嘅其他區域。呢兩種物質可以幫助過濾有害藍光同埋紫外光線，保護黃斑部。市面含有葉黃素嘅食物有好多，例如蛋黃、西蘭花等等，一般透過日常飲食可以吸收到。但係玉米黃素就比較難。大家可以睇下呢張圖，除咗枸杞之外，紅辣椒嘅玉米黃素含量相對較高，但係100克嘅紅辣椒都只係得2.2毫克嘅玉米黃素。而我哋香港人好少食辣椒，所以我哋做唔到靠食辣椒嚟補充每日嘅玉米黃素。咁不如輕鬆簡單咁直接食用枸杞啦。當然，枸杞明目並唔係只可以醫好近視，而係可以幫助我哋睇嘢嘅像素保持清晰。當我哋睇嘢清楚咗，眼部嘅肌肉唔使再咁用力，自然就會冇咁易攰啦。大家係咪明白咗枸杞明目呢個原理呢？跟住落嚟就係問答遊戲嘅時間啦。請問枸杞入面邊兩種成分可以幫助眼睛健康呢？歡迎大家喺我哋嘅 Facebook 影片下低留言，答啱嘅朋友就有機會獲得檸檬精油調味料1支。下一集我哋會同大家一齊發掘枸杞對我哋腸道健康有咩好處。記得關注我哋 Young Living 嘅專頁，準時收睇，或者掃描呢個 QR code 重溫上一集嘅內容。